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吼，一声上帝位顶日头伫天顶大布边，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走伊的路程，吼，毋是行是走吼，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热气普及万民。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更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奴仆得到警戒。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奴仆，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真做无通指责的人，但一声，上主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好，这时咱要来三个来敬拜上帝，来唱歌讹乐上帝。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伫主内面，咱是一家人。而咱要来吟这条诗歌之前，请你隔壁兄弟甲伊讲：伫主内面，咱是一家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是，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三个欢喜唱歌来吟这条诗歌。对这诗到永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来，将你的手来借我。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对那日头永远永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对那日头永远永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只是请咱起立，咱互相来请安。请你离开你的位5步以上，上至无5步以上。咱的兄弟来请安。咱一礼拜才见一遍面，非常无简单。所以咱来把握这个时阵，咱兄弟互相来请安。尤其你若是毋捌看过这个兄弟的，请你来介握手，介自我介绍。因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这款的疼真正奇妙，只有伫主内底才有这种的疼。咱互相相疼，互相请安。来，咱大声来唱，来拍鼓啊，讹乐咱天顶的爸。来，搁一遍来。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对那日头永远永远，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再一遍，速度较紧的，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是一个人。伫主内面，咱拢
是一个人，对家己到永永远远的主来比，咱拢是一个人。请坐，是伫主内面，咱拢是一家人，咱真正是有福气，因为主要真做咱的大牧者。弟兄姊，当你坐伫遮时阵，你的心思意念是毋是拢完全伫即个时阵？也是你还阁有侪侪过去的烦恼，也是你还阁咧想，迄个明仔载，毋知是要怎样？有时人真奇妙，虽然活伫现在，总是想过去，想未来，尤其烦恼迄个还未发生的代志。有时伫工作上需要派我去毋捌去过所在，甚至是出国，甚至是去到迄个语言袂通的所在，阮妈妈拢会真烦恼，讲啊遐你也不要讲迄个语言，你是要哪去？总是我的心内知影，无论我去到倒位，上帝拢在带路，上帝拢在带路。你的后一步路要去到倒位，上帝拢甲我指地。所以检查我的惊吓，我的烦恼，总是我知影上帝甲我指地。所以邀请你，甲你隔壁兄弟讲，明仔日免烦恼，上帝在带路。明仔日免烦恼，上帝在带路。伫最近，咱的教会，咱有兄弟姊妹检查受主帮调，无论是潘长老，无论是应成兄弟，伫因最后伫白床迄个时间，当阮去探望伊的时阵，检查伊毋知影，伊是毋是还阁有明仔日？伊毋知影，因还阁有明仔日无？总是因把握的是现在，因掠掉迄个上帝知影。检查我可能无明仔日，总是无迄个明仔日时阵，我就要到天里啊天父三甲自责，所以因的心内拢无惊吓。你看伊的面上非常安详，因为伊知影，无论倒一个明仔日，上帝拢该伫地。所以咱用这条诗歌，真做咱的勉励。检查我毋知影明仔日会怎样，总是主要带路，咱毋免烦恼。咱三个来念这条诗歌，我毋知明仔日会怎样。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带你落你堂，有时阵无暗无灯，对将来我将往望，主保守，天下温暖，我甲你若主同脚步，你在我头前路途，最最输，最最输，因你的领导，最最输，我的名了，我现在主将我领你，你看我一路行头，我毋知明日会怎样，主带路，我免担忧，我无求，哪里好你过，有时阵无暗无灯，对将来我将往望，主保守，天下温暖，我甲你甲主同脚步，你在我头前路途，最最输，你
啉到，最事恶伫面了，总是咱知影，主伊要掌管明仔日，伊要牵咱的手一路行透。只是伊要邀请咱安静咱的心，你的心、心灵，即时拢完全专心注心伫咱的主耶稣，伫咱的上帝，静静听，静静听，听主的声，主也要听咱的声。若是即时你有啥物欠缺，你有啥物需要，你放伫你的心内，主来求讨。主伊是咱的大牧者，伊要听咱的声，伊也认得咱的声。咱用这条诗歌来陪伴心，来敬拜咱的上帝。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安尼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声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安尼通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声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声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弟兄兄弟，请起立。全地中午摇花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心服侍摇花，唱歌来到伊的面前。领着知摇花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了伊的名，因为摇花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这时，请咱三甲徛底，咱三甲来纪念新的改变。新的改变，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改是大个，也是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时，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慈悲充满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这时正今日聚集伫遮来学乐敬拜你。
愿主你的圣神即时甲阮三甲伫地，愿知主你是阮的大牧者，伫阮的一生中间，你要引带阮，你要扶持阮。检查有时阮行歪错，检查有时阮失败，检视有时阮受伤，阮破病，总是主你要看顾阮，医治阮，引带阮，照顾阮。主，愿阮即时将阮的心灵拢仰望交托伫主的手中，愿主你来帮助阮，互阮全仰慕伫主你，主神看主，主神看上帝。伫阮头前所要为阮拜列的，求主你也特别看顾，伫今仔日是叫3亲仔医的纪念主日，伫遐有侪侪传道者伫遐受造就，求主你也帮助因，伫遐会当得到上帝你的带领，知影因的使命。未来要来引带伫教会的传福音的事工，伫遐因了侪侪欠缺，愿阮用阮的代祷甲阮的奉献，伫遐来支持新仔院的事工。主啊，也求你怜悯阮，阮知影阮的性命，从阮出世到阮就天记主的即个过程中间，有时阮真正会有失落的时阵，有失望的时阵。尤其伫白天中间，阮需要特别主你的安慰甲扶持。有时阮会看无头前的路，有时阮会惊吓，总是主你的安慰，你的灵要甲阮三甲伫地。伫最近，阮有永生兄，阮有潘长老，也有阮侪侪兄姐因的亲人来死失，求主你也亲自拭去因的目屎。总是阮知影，伫即个死亡的中间，迄毋是一个结束，迄是一个新的开始。伫遐，阮看见阮的亲人要甲主三甲。伫遐，因所有艰苦，因所有白疼，一切拢结束。每一天拢是学乐唱哈利路亚日子。阮伫遐求主你特别也眷顾跩家属、医属，伫遐因检查有毋甘失落，总是主你的疼就充满伫因，互因伫遐看见因的亲人已经甲上帝三甲伫地。有一天，阮也要搁见面，主求你帮助阮。伫阮每一天，阮拢会当真做别人的帮助。主你是阮的牧者。也互阮会当真做别人的帮助，亲像阿伯，你对阿伯汉所讲的，你所教的每一个所在，你就真做迄个所在的祝福。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伫地保守阮，愿咱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圣名来求，阿门。主听阮祈祷。请坐。这时，请咱三个来看启应文第7篇，咱三个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第7篇，天宣布上帝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一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布边，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上主的律法完全，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奴仆得到警戒。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奴仆，互伊无故意犯罪。我就真做无通指责的人。一声，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
即时，请咱来看圣经，记载伫以西结书第34章第11节到第16节。以西结第34章第11节到16节，咱三甲来看。因为主耶和华安尼讲：看啊，我要本身找我的羊来找着伊。牧者伫羊群四散的日，怎样找伊的羊？我也要亲像安尼找我的羊。这羊伫白昏黑暗的日四散到逐所在，我要对遐来救因倒来。我要对列国中带因出，对逐国内面聚集因，带因倒来因的本所在，也要伫以色列山这个溪边，境内一切通徛起的所在来诱饲因。我要伫好好的草场诱饲因，因的羊寮要伫以色列关位的山，因要伫好好的羊寮内倒伫困。也伫以色列山肥水的草场食草。主耶和华讲：我要本身养饲我的羊，互因倒伫困。失落的，我要找伊；受赶逐的，我要带伊倒来；受伤的，我要包伊；破病的，我要医治伊；独肥的、勇的，我要拄白伊，也要秉公养饲因。下面咱三个来读即礼拜的金句：以西结书第34章第31节。咱三个来念，咱先来读台语的部分。来，恁是我的羊，是我草场的羊；恁是人，我也是恁的上帝。这是主耶和华讲的。华语的部分，咱三个做伙来读。你们说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上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下面学乐，咱要邀请圣歌队来学乐。因今日所要学乐的是。主是我的牧者，学了说，今日是咱院的牧师，我咧是有间牧师要来甲咱分享的是好牧人上主，好牧人上主。主内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玉山新学院的奉献纪念主日。大先，我要先代表玉山新学院全体师生甲职员，
伫遮咱的牧师、牧师娘、传道、咱的长老执事，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遮请安，甲感谢。搁要特别伫今仔日来感谢咱教会，福玉山圣学院，搁有即个时间伫遮来讲道、报告、请安甲募款。因为牧师是赛德克族的牧师，我要用我的赛德克的台语今仔日来讲道。若是讲较袂认同的所在，我就爱请恁包涵。玉山圣学院今年进入到73周年的这个时，对我本身目前做学院的教务长的这种的身份来思考的是，旧年2017年是阮玉山圣学院伫学术的顶面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一个年，因为伫第11月时，阮收到淡南亚升学会因的通知，因并评鉴了后，因讲阮通过阮的全英文的升学硕士的教学，以及阮的木范学博士班的课程甲内容方面，拢有通过因的评鉴。所以，这对于阮玉山圣学院的师生来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肯定甲支持伫遐。毋但是学院的这个学校的师资、教学的内容的这种的肯定甲鼓励，特别是伫阮校园内面，阮已经有3位伫学院部。有8位伫遐读全英文神学硕士的遮个国际的原住民的牧者伫遐，也阁有伫9月也有5个人要进入到阮的校园内面来修神学硕士的这个课程。这对因来讲，也是一个真大的支持甲鼓励伫遐。伫4月中，阮伫电脑内面对国际学生做面试的时，我安尼对一个牧师，对缅甸来的一个原住民的牧师，我安尼问伊，我讲：你为什么会选择台湾长老教会所设立的这个玉山圣学院？伊安尼讲，伊有问伊的老师，伊讲，伫咱淡南亚神学会内面的神学院，是毋是有一间的神学院，以原住民做中心？关心原住民的处境，用原住民的经验甲角度来思考圣经的解释，努力做原住民的升学最中心的一个神学院。伊的老师甲伊推荐爱选择玉山圣学院。伊毋茫讲毕业了后，进入到每工拢咧面对着族群甲族群互相伫征战的这种的环境内面，因原住民大部分也无身份证，这种的处境来做上帝牧者，这种愿意将家己奉献伫家己同胞。伫征战内面做牧者，这种的心志，会互我去想到
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以西结34章15节内面，上主伫遐咧讲的这句话，我要亲自养饲我的羊群。上主咧讲这段话的时，伊迄时的历史的背景，也是伫帝国征战的这种的处境内面。但是以色列人，因的处境，因的苦难，比缅甸的原住民搁较严重，搁较可怜。上主要伫这种的情景内面，要来做一个好牧者。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节内面，咱要看到上主要怎样做一个好牧者。第一，上主要找找伊四线的这个羊。第12节内面，伊伫遐讲着讲，牧者伫羊群四线的日，怎样找找伊的羊？伊也要安尼来找找伊的羊。伫第11节内面，伊伫遐讲着讲，看，我要亲自要来找找我的羊。伫第16节内面，佫用真重的一句话伫遐咧讲着讲，四线的我要找伊，互赶着的我要找因转来，受伤的我要将甲因包，有病的我要来医治因。为什么以色列人若像羊群四散，受赶着、受伤，甚至有病伫遐？这拢是咧描写着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因当时受到巴比伦帝国消灭了后，以色列人因失散逃亡，到伫无相款的国家内面，成做难民，受追逐、受掠、受杀害，甚至死亡这种的情景。因伫信仰内面咧问一个真深的一个信仰的问题：上主，阮所信的上主伫倒了？伫这种真大困难的时，阮的上主伫倒了？上主是毋是会关心因即时因拄着的这种真大的苦难呢？咱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在内面，上主通过以色列先知，甲因讲，上主要找找这四散的羊。所以，亲爱兄弟，这种关心国家、关心同胞的苦难、逃亡、受伤，甚至关心每日拢咧经验着死亡、成做难民的这种以色列人来讲，将信仰关伫心灵的深处，将信仰关伫教会内面，这种的信仰，毋是上主来找找四散的羊的信仰，因为四散毋是只有指咱心灵内面的四散，四散羊群伫遮，是因每日拢咧伫遐经验着国家受到帝国灭亡，同胞成做难民，逃亡、受掠、受害、死亡，这种真实的苦难伫遐。第二，好牧者上主，伊要伫遐引带羊群，返去到因的乡土。伫即种以色列人国家灭亡、
四线多梦的历史、苦难的这个处境内面，伫信仰顶面，因真担心，伊的民族可能会伫即时就消失，甲灭亡伫遐。但是以色列先知，伊伫遐真清楚来讲出上帝心意伫遐。第13节内面讲着讲，好牧者上主，伊要对万民中间领因出来，对各国的所在要将因组织做的，因传因，转去到因的乡土。第13节内面真清楚，伫讲出着以色列人伫即时已经四散伫万民的中间，伫列国的中间，成做一个王国了，无君、奴隶、难民的即种的成分伫遐。今年2月，联合国难民署因的统计，目前世界难民的总数是6560万人，也就是咱台湾全人数的3倍的即种的人数。造成难民即种的原因，除了大自然的即种的破坏所产生的即个气候的难民以外，上大的原因就是出自国内宗教甲宗教、族群甲族群即种互相征战所带来的即种的破坏所产生的。后个月6月20，就是世界的难民日。好牧者，咱所信靠上主，伫遮讲出讲，要引带即种的友群，转去到因的乡土。好牧者，咱的所信的上主，是关心即种伫国内造成压迫、造成迫害，甚至互人、互人民产生一定的爱离开因的乡土的即种的苦难、即种迫害的体制伫遐。上主伊通过以色列先知伊的嘴，要对因当时以色列人来肯定着，伫因的信仰的顶面，上帝知影因的苦难，甚至上主要带因个转去到因的乡土。这对咱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哪像上主今仔日也有咧提醒咱，是毋是有即种国家的体制？是毋是咱所徛起的国家的即种的环境？是毋是有真侪迫害，互人无通安稳徛在伫因家己乡土的即种问题甲苦难伫遐咧？对以色列人，因深深受到破坏，深深伫遐经验着即种体制内面的以色列人来讲，上主要因带因到伫因的乡土，就是伫清楚甲咱讲，上主伫关心即种的苦难。甲即种的体制，这是咱伫信仰内面应该去关心的所在。第三，好牧者上主要亲自养饲羊群。伫第16节内面有一句话真奇怪。伫16节内面有一句话安尼讲。
只是肥甲臃肿的，我要杜灭，也要伫因的中间来变光，来养饲因。咱要问讲，为什么伫即种普遍，拢咧伫痛苦、苦难的环境的中间，也阁有肥，也阁有臃肿的羊伫遐咧？伫在一节内面，即句话，咱若看的是，也正做17节到伫第22节内面，伊咧伫遐描写审判的主要的原因伫遐。一个肥，甲一个臃肿的羊，是以色列人因家己的同胞，因是伫国家甲同胞受苦难的时，因无关心，因无帮赞，因无扶持，甚至阁伤害苦难的同胞，强迫因四散到伫列国的中间，甚至伫因家己的乡土的顶面，互家己的同胞正做一个多蒙四散的人民甲努力共款。所以上主要对这肥甲臃肿的羊，伫因的中间来评讲，来审判因。上主伫遮无放散因，伊讲伊要养饲因，但是要伫因的中间来评讲伊，来做审判。亲爱兄弟，上主亲自要养饲正羊群，伊讲要伫水阁好的草场，伫以色列人即真水的草场内面来养饲因。伫第15节内面，伊伫遐讲着讲，为着因来找找一个通安息的所在。这幅图毋那只是伫心灵深处的一幅图，毋是咱听了上帝话了后，只有伫心灵中间的即种平安和谐，伫遐咧休困安息一个所在，一幅图伫遐。其实这幅图伫遐咧讲着，怎样伫信仰内面关心人民的经济生活，甲社会和谐的这个导向伫遐。这肥甲臃肿的羊群，因就是伫信仰的中间。因无关心同胞的经济生活，因无伫社会和谐的中间，伫信仰内面来徛出来。结论来讲，以色列先知伊惊伊家己正做一个受难者，受掠到巴比伦的中间。用本身是一个受难者的心情，伫信仰的顶面来鼓励、扶持因中间的同胞，要怎样伫信仰的顶面来面对因的国家受到帝国破坏，来面对因正做奴隶，来面对因已经失去了因的乡土伫遐。咱要问一个真好的一个问题伫遐，伫遮，谁是好牧者？好牧者，若是咧讲着伫政治、宗教、伫经济顶面做领导者的，若是指遮的人。好牧者伫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节内面。是讲着每一位伫信仰的中间，用受难者的心情来关心国家、关心同胞的苦难、
关心同胞经济生活甲社会和谐的每一位，拢是好牧者。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在内面，好牧者上主，真做咱真好的一个模范伫遐，互咱通知影要怎样真做一个好牧者。咱所信的上主，好牧者，伊会走找细山幽群。咱所信的上主，好牧者，伊伫遐引传幽群，转去到因的乡土。咱所信的上主，好牧者，伊亲自要养饲伊的幽群，伫信仰顶面关心因的经济生活，甲社会和谐，互因有这个所在，通伫遐安息。今仔日是玉山圣爱院奉献纪念主日，继续为阮代祷甲支持。我望讲玉山圣爱院通伫信仰的顶面，就是用这种好牧者，咱的上主，这种的模范，伫神学的教育的顶面，伫圣经的解说顶面，用上主的话做基础，来培养原住民的好牧者，用上主是好牧者，这种真好的模范，通训练培养原住民的好牧者，通伫遐关心国家、关心同胞、关心乡土、关心人民的经济生活，甲社会和谐，伫信仰的顶面，互因找找到有一个通安息的一个所在。最后，我要用3分钟的时间来做短短的报告伫遮。玉山圣爱院伫咱的手中已经有玉山圣爱院的报告伫遐。也有阮伫上主内面的需要，但是有3项是阮真需要恁来代祷甲奉献的这个所在。第一就是提车学术的这种的水准，阮真需要培育的新的师资的这个问题，因为原住民的老师大概无偌久拢会退休，退休了后，无要怎样来培养新一代的原住民的牧者，来真做师资，这是阮真担心，也咧真积极来做培育来代祷的所在，请恁为阮来做这个代祷。第2项就是阮咧培育国际原住民教会人才的这方面，阮需要200万的这个经费。咱拢知影，国际原住民，特别是对东南亚来的原住民的牧者，大部分拢真善洽。一学期6万，一年12万的补助。咱就通支持一位国际的原住民的牧者，到伫咱台湾，咱总会所设立的玉山圣爱院内面，来支持因的学费、食甲住的这种的需要。阮相信讲，阮真毋茫讲，教会也通支持一位2、3个人，也是3、4个人。来支持一位国际的原住民的牧者，2年了后，毋望因转去到因的所在，咧传福音的时，也将咱台湾长老教会的关心，咱兄做的疼心，
当因咧传福音的时，来祝福因，也来见证咱的信仰伫遐。第三，真需要咱来去大道的时，玉山新南院综合大楼目前也阁有9000几万的即种的贷款伫遐，这也真做玉山新南院要立案上大的阻碍伫遐。为阮大道，毋望讲上主伫即种的欠缺中间，通看到主伊家己伫遐来感动兄弟来参悟，咱来压头祈祷。亲爱上主，阮感谢你的带领甲教示，互阮知影你是一位好牧者的一个模范。你亲自去找找四山的羊，你亲自去引带羊群转去到因的乡土，甚至亲自养饲你家己的羊群，来关心羊群的需要，互因通有安息的所在。办赞愿每一位你的囝儿，通对今仔日你的教示得到真好的提醒伫遐，互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机会，通做一个好牧者，来关心国家、同胞、阮的社会需要。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这时，请咱三个来吟圣诗303首，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主，我要学了你，尽心尽意，我要保养你奇妙大权能，为荣光你圣名。主，我要学了你，尽心尽意，对你要找到人生的喜乐。哈利路亚！请咱起立，咱来吟全首。请坐。这时，请咱三个来奉献，回应上帝听。若是你对玉山新南院的事工
教育事工有感动，也请咱用实际行动来为因奉献。无论是偌济钱，我想上帝拢甘纳。这是请咱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时，请咱大家来看咱教会本周的消息。咱教会有侪消息，请咱大家同心来关心。本会消息：第一，本主日是玉神新乐院的奉献主日。咱今仔日由我的有干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讲道以及分报告玉神新乐院的事工。咱感谢牧师的辛劳，请咱拍拍来感谢。牧师的台语有好无？有吼，咱来检讨。好，请咱继续为着新乐院的事工，牧者的培养的事工，咱来关心大道。第二，妇女团契日昨甲今仔日因前往随礼举行灵修旅游，由牧师来主理，牧师娘也陪同前往。咱为着因的出入平安来大道。第三，下主日是咱要来庆祝母亲节，所以咱的台语甲华语咱要联合礼拜。礼拜煞，咱也要伫6楼、8楼的所在，要有母亲节的爱宴，所以咱邀请咱所有兄弟全部来参加，咱共同来庆祝母亲节。而后礼拜，咱也要来赠送每一位有来参加礼拜母亲一份礼券，所以伫遮特别请咱来注意，咱赠送的对象是后礼拜有来做礼拜的，咱事后无要搁补发，也是要代领。第四，本来原定日昨下暗要开的小会，要延到5月12日暗时7点伫7楼会议室来召开，请咱来注意。第五，本来有定伫今仔日要召开的中级会，要延到5月20日。5月20日下午1点，伫7楼的会议室来召开，请咱所有的中级以及各团契会长，咱来准时来出席资料，也会当来提供予中级会的书记。第六，对今仔日开始，咱要来发放旧年度的奉献证明，请咱会当慎重来保管，毋通放弃，因为放弃了后，咱袂当来补发。请咱到1楼的所在找咱的干事来领取。第七，咱每礼拜3暗时8点，咱有祈祷的查经会，由王牧师来带领大家查考约翰福音，而且特别呼吁咱的中级以及咱兄弟，咱会当踊跃来参加。
第八，直接要甲咱报告一个好消息，若是有时你度合袂好势，袂当来做礼拜，也是你的囝儿有出外伫外口，因袂当附近无教会，你会当介意用手机啊，也是用电脑来做礼拜，因为咱每一礼拜9点半，咱遮咧做礼拜时阵，伫电脑也是你的手机啊的 YouTube 观顶，你只要拍永福教会，今仔日2018-05-06，你就会当找到迄个影片，所以会当详时公布做礼拜，而且牧师的讲道，迄个时间详时拢会来报出，所以会当甲咱的兄弟姊妹讲。昨有一个兄弟就甲我讲，明仔载我伫厝的 YouTube 做礼拜，吼，所以而且呼吁咱。第九，咱教会伫个赖的群组上面有足侪群组，而且也呼吁咱会当慎重来使用一寡无要紧的消息，也是请安的相片，尽量就莫来打，以免有一寡重要的消息，咱袂当来看到。再来第10项，新眼光读经第2季智慧的入门，吼，伫1楼的所在，请咱会当家己来摕。第11项，教会敬拜团家己的训练，第6季已经要开始，请咱若是要参加的，来咱的蔡玉仁执事、谢慧玲执事来报名。再来是咱的具体的消息，第一，咱伫遮要报告一个消息，就是咱敬听的潘国忠长老已经伫5月初1透早10点53分安息主怀，享年74岁。伫遮咱伫遮也特别为着遗嘱，咱来代祷。伫5月12日，即礼拜六透早9点20分，要伫咱1楼副堂的所在，要来举行立年的献花的礼拜。10点的时阵，要伫3楼即个所在，要来举行个别感恩礼拜，请咱会当踊跃来参加，来送别咱所敬听的潘长老。第2，5月份受请的名单伫遮，咱也祝因生日快乐，吼。再来，咱团契消息，上年团契要定伫5月初8，因要来举行春季的旅游。伫遮，请有报名的兄姐，伫迄天透早伫1楼来集合，7点半准时出发。本来牧师甲传道要一同前往，只是即马牧师有代志，所以临时袂当出去。总是咱的传道会陪因出去，所以咱也为着咱的长辈因出入的平安来代祷。第2，幸福小组要伫5月15日礼拜2暗时礼拜2开始，每礼拜2下午2点到3点，拢总有8礼拜。要邀请咱的慕道友来参加，请肖聪轩传道来报名。第3，咱的圣经学院已经到第55期，讲师甲内容伫下面，咱6月份要开始报名，7月要开始上课，请咱踊跃来参加。再来是咱的教界消息，咱总会大专事工委员会伫遮，咱要鼓励18岁以上到35岁以下的青年，伫暑假的时阵会当前往香港来参加一个泰泽亚洲聚会。若是有兴趣的，请上网会当来查课。再来是咱精灵关怀协会的消息，伫遮特别来报告就是，咱即马有做国小的客服班，伫顶礼拜有8个囡仔有参加咱主日的野外礼拜，伫遐因也有真好的一个体会。看到老师的用心甲疼心，所以即礼拜有几个囡仔已经有来参加咱的主日学，所以咱也感谢咱主日学老师因的侍奉，会当结出好的果子。即个事工需要有人接线，所以伫今仔日暗时，音乐和协会因有举办母亲节的活动，搁来邀请客照班跩学生甲家长因做伙来参加，继续互因去体会到上帝的疼。伫后礼拜日母亲节，跩细囝也要由张慧玲老师来带领，来到咱的中间做礼拜以及表演。所以咱为着跩事工，咱拢来关心甲代祷。而且因也有一寡需要，因需要一寡二手的玩具。若是你厝的有，请你会当将伊洗好清气，还是完整的完整的送来教会。因需要是乐高、拼图、桌游甲魔术方块。所以愿上帝会当纪念跩事工，而且也有奉献的名单，请咱会当家己来看。合作社的消息，请咱家己来看；音乐会的消息也请咱家己来看。下面有侪代祷的事项，我无一项来读。所以，请咱特别为着咱教会老迈心灵欠安的兄弟来代祷，尤其伫迄个艰苦的中间，需要侪的支持甲代祷。再来就是出席甲奉献报告的所在，请咱家己来看。若是你的奉献的明细表有问题，请你会当找咱的中级甲咱的来更正吼。最后，我要报告的是一个部分，就是咱周报的第10页吼，咱有一个社区消息的报告。
我想即个部分是咱的社区的福音的事工的部分，也请咱特别来关心。伫过来即礼拜拜三下午3点，伫北高山迄个老人养护中心，因有特别为着咱基督教设一个福音站，遐有一个开幕的礼拜，牧师会伫遐来带领。而且因为三道长老伫遐有带领一群的义工，伫遐已经服侍20年，所以迄个养护中心真感谢咱的服侍，所以有特别设立一个福音站。迄个福音站有需要一寡福音的册，若是你有一寡信用好的册，也愿意会当甲伊捐出来。过来5月16拜三，下午2点到4点，中山国学差不多有20名的老师会来到咱的中间，由牧师来甲因分享咱中华地区的医疗信用教育的部分。所以伫遮咱来为着即个事工来带到。最后就是咱要感谢咱的教会秀媛姐伫过去伊伫关怀电台有做水的事工，每一礼拜日透早7点到8点，有主持永福教会的电台节目。即摆即个节目过来接续了后5月份，会由咱教会过来继续承接，要用新的名叫做永福教会幸福人生，永福教会幸福人生来重新制作一个福音的节目，所以也请咱继续关心甲带到。好，下面毋知有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无？若是无，咱即摆要来唱生日的祝福的歌吼。咱请慧聪老师来协助一下吼。只是邀请咱5月份的寿星请起立吼，我今日有看足侪人拢有来哦吼。你家己起立，啊无等下我要点名吼。来，请咱寿星会当站起来，互咱来甲伊握手，甲伊祝福一下。要互我点名吗？信中刷玉者吼，段永兄、绿党的吼，自约自为，还佫真侪苏清杰吼，请咱起立。会当接受咱的祝福，上帝听甲你支持，请咱边的人会当来伊握手，甲伊恭喜吼，甲伊祝福。感谢上帝，这是咱永福教会才有的吼。好，接下来咱要来吟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人人伫普天下。同心俄勒上帝，俄勒三位一体，爸囝圣神，请咱起立。愿上主的听堂，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及圣神的扶持甲帮衬，常常甲咱每一位同在，对即时到永远。阿门。请坐，别倒避讳。
点就弹还有唱吗？又有人站起来唱，然后啊，然后就有人站着，对啊。哎，你知道吗？旁边有大本真实。我哪知道？我也是刚才看到。可是很大本哎。我没有看到这种眼睛，我没有坐在这里弹过。